快帮我们分析分析，这个作案者的心理动机是什么？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闪闪的车轱辘正在以1天1个的频率消失着。1天1个等于后天全脱光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个频率。那他要这干嘛呀？守株待兔。不许动！死盗贼，居然敢偷我们雷闪闪的车轱辘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啊，说，你哪来的？哼！我说，说，为什么要偷我的车轱辘？哼，说出来啊你啊，说不说？我没偷，没偷，没偷我的车轱辘，自己长腿跑了。你硬是吧？哎呦啊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？不行，你睡着了，我失眠怎么办？你失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跟你有关系。你说，你跟乐纯接吻，到底和我接吻有什么不一样？哼，有病！啊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咱能不能有什么事明天醒了再说？不行，你今天就别想跟我睡。哎呀，行，我就睡一会儿，老婆，我求你了。我心里不开心，你不能睡，你给我请战。马兰花开21。我招了！我们不想听了。我是新入会的马场俱乐部会员，我叫林凯瑞。会员，我们这样对待会员是不是不太友好啊？那个林先生，既然你也是我们马场的会员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另外还有就是，我们任何的规章制度里边都没有说过，我们的会员拥有可以随便玩我们工作人员车轱辘的权利啊。林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林先生，把你给弄疼了。你说你没事儿陷我车轱辘干嘛呀？我那车轱辘哪有那么好玩啊？别问了，好吗？你们别折磨我了，给我2天时间啊！2天以后，我肯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。行，我同意。陈大伟，季乐纯接吻到底和我接吻有什么不一样啊？
你看。戴上眼镜能看清吗？哎，中，请接受你的礼物。你当你是土豪金啊？麦克也太有创意了。只要你喜欢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这上面有你的口水，齁恶心。你以前挺喜欢我的，但我现在恶心。啊！我插了 N 多个网站，都说一样的话。如果你想追一个中国女孩，你就得给她送名牌包。你看，几十个，非常贵，国际名牌包，送给你。你有病，你 out。我 out 什么意思？还真来了。哎，他不会带人过来报复咱们吧？啊？你少吓唬我们啊！他报复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又没把他怎么着。咱还没把人怎么着呢，都把人弄成那样了。我去，他把我车弄成这样了都。有点意思啊。嗨，城市走婚第一条，我今天正式向你求婚。我是个改装车发烧友，全国有10几家连锁店。这个是我特别为你亲手打造的求婚戒指，和我以及我的车一样，抗造。